为您找到关于台湾石雕大师廖天照老师的相关 YouTube 影片。台湾传奇石斛创始人、石雕大师廖天照，工艺之家荣誉，国立历史博物馆至国际巡回展的传奇人生。介绍廖天照大师从1984年首次于历史博物馆举办个展起的传奇艺术生涯。2022-10801淬炼，与50年艺术家廖天照石雕令人赞叹。由佛光山人间卫视制作，介绍大师钻研雕刻50年，包含曾荣登金氏世界纪录的微雕作品。非凡电视台台湾真善美特辑，石雕大师石艺家廖天照微雕工艺流程全记录，完整揭示石斛创作从选石、定型到抛光的工艺过程。现代妇女杂志成连环炮新鲜秀，石雕大师廖天照的石斛艺术特辑，汇集经典节目片段，聚焦其石斛创作理念与精华。廖天照大师是台湾著名的石雕艺术家，以研发石斛与精湛的微雕工艺闻名，被誉为台湾工艺之家的代表性人物。YouTube 影片观看记录会储存在 YouTube 记录，且 YouTube 会依照服务条款储存及运用使用者资料。